係，大家好，今日係2025年9月11號啦。我哋天驕設計嚟到油塘啦，高宏苑啊，一個新嘅居屋苑啊，為客人安裝咗一個廚房嘅鋁嘅假天花啦。咁而家裝完啦，咁大家可以睇到啦。咁就好非常之平滑，好靚仔啦。咁原本嗰個天花即係遮蓋咗之後就非常之整齊清潔。咁之後呢，客人裝咗吊櫃之後呢，個廚房呢就會好靚。跟住嚟到浴室呢度位置都係一樣啦，都係裝咗呢個鋁嘅假天花啦，係啦，咁就非常之整齊清潔啦，就唔會話見到入邊啲濕氣就耐咗之後啦，咁就會發毛啊成。咁而家用啲鋁嘅天花咧，就非常之靚。咁啊加埋兩盞電燈，咁就原有嘅燈膽就唔夠光啦。咁而家成個浴室就非常之光猛，係啦，廚房都係一樣，非常之光猛，三盞燈，非常之光猛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，可以歡迎嚟到我哋天驕設計，多謝晒。